现代第一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10章。撒母耳摕一罐油倒伫扫罗的头壳，甲伊斟讲：上主用油甲你抹，设立你做伊子民的统治者。今仔日你离开我了后，去便雅悯地区的舍撒。我军雷结会望的时，会拄着2个人，因会甲你讲：你咧找的驴仔已经找着。即阵你的老爸无地烦恼驴仔是咧看路你。伊电问我的囝拢无消息是安怎？你继续对遐去，到塔泊的上树遐，会拄着3个人，因要去逼着你献祭互上帝，一个带3只山羊仔，一个带3个饼，一个带1批地的酒。因会甲你请安，互你2个饼，你着接受。后来你着去上帝的山基比亚，伫遐有非利士人伫防守。你入城的时，会拄着一阵先知对山头弹落来，有人弹琴弹瑟，有人拍鼓，有人分品仔，因拢入神讲话。上主的神会大大充满你，你会变做新的人，甲因相款入神讲话。这代志发生的时，你就照所受的感动去做，因为上帝甲你同在。你着去吉甲，我嘛会去遐献烧化祭甲平安祭。你等候7日，等我到你遐，指示你着做的代志。扫罗活转身离开撒母耳的时，上帝予伊新的心。伫迄日，撒母耳甲伊讲的代志拢实现。扫罗甲伊的仆人来到基比亚，拄着一阵先知对遐出来。迄时，上帝的神大大充满伊，伊就甲因相款入神讲话。前到呾捌伊的人看到伊伫先知中入神讲话，就问来问去，基士的囝是安怎？扫罗嘛做先知哦。有一个迄所在的人讲，遐个人的师父是啥人？对安尼有一句俗语讲，扫罗嘛做先知哦。扫罗入神讲话了，就上去山头巒敬拜。扫罗的阿叔问扫罗甲伊的仆人讲：恁去倒位？伊应讲去找驴仔，找无就去撒母耳遐。扫罗的阿叔讲：请你甲我讲，撒母耳对恁讲甚物？扫罗对伊的阿叔讲：伊清楚甲阮讲，驴仔已经找着啦。毋过扫罗无甲伊的阿叔提起撒母耳讲伊要做王的事。撒母耳调集人民到米斯巴来见上主。伊对以色列人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我带以色列出埃及，解救恁脱离埃及人的手，甲遐个压制恁的列国。毋过今仔日恁去杀即位救恁脱离所有患难灾祸的上帝，要求我甲恁设立一个王统治恁，呾着照恁的支族、宗族来徛伫上主面前。撒母耳叫以色列逐支族进前来，抽着便雅悯支族，搁叫便雅悯支族照因的宗族进前来，抽着马得利族。对迄中间，搁抽着基士的囝扫罗，众人找伊，毋过找拢无。
因就阁问上主，迄人有来遮无？上主讲，伊秘伫迄堆行李内面。因就走去，对遐甲扫罗带出来。伊来徛伫众人的中间，比别人较悬一粒头。撒母耳对民众讲：恁有看到无？上主所敬的人，无一个会当甲伊比。众人就欢呼王万岁。撒母耳将王的责任甲权利对人民说明，搁记载伫册里，下伫上主的面前。然后撒母耳解散民众，互因倒转去因兜。扫罗嘛倒去基比亚伊家己的厝。有一阵深受上帝感动的勇士嘛缀伊去。毋过有一寡匪类讲，这人哪会救咱？因藐视扫罗，嘛无送伊礼物，扫罗拢无讲啥物。